要你信心帮咱，倾心教师，当阮来亲近你的时阵，互阮听的明白，听得出来，你对我要属于到什么？阿妹，各位这平安。咱今日来到以西结书第21章，第21章，以西结先知伊是嘛是伫南犹大的一个先知迄阵是巴比伦要来攻打以色列进前的代志。伫咱下段咱书会已经念过，咱嘛来张落已经念过21章的第1节开始，伊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临到以西结。这个先知讲，领主啊，你着面耶路撒冷，遐个圣所拼出话拼出话，咱的翻译其实是对的。伫和合本是写讲，你要面向耶路撒冷，看圣所，低下预言。这个翻译真奇怪，毋过伊是原文的意思低落来的意思。为什么写那语言要用低呀？说那个预言写那要用低的，一低、两低、三低安尼低。你是这样少？少吼，感觉做少的吼。毋过咱的台汉字的圣经汉字本吼，咱的台语伊是讲，伊着遐的圣所安那拼出来吼，拼什么意思？拼出来什么意思？着规安那，拼出来吼。你会感觉两个，迄个感觉无共款嘛？一个是讲用字的，华语是讲用字的，台语是讲用拼的吼。其实伊的原文是用字的吼，语言用字的吼，很奇怪，感觉做少。毋过这个用法吼，用字的这个用法，伫以色列人的文学内面，毋是真少的意思吼。其他的所在，无论伫阿摩司书，也是伫箴言，也是伫生命记吼，拢有这个动词用字的来表达吼。是咧表达啥？伊是咧表达讲，透早早时啊，迄个露水，露水，伊讲地里所有的草叶顶面，你是坐啊坐，你是坐啊少？坐啊，所有的叶子上面都有什么？甘露露水另外一个所在咧写的出来字咧写讲滴落来，伊讲哪亲像迄个芳蜜，蜂蜜安那滴落来你毋通去想讲迄蜂蜜滴落来是安尼一滴、两滴、三滴，毋是迄个感觉伊迄芳蜜滴落来是安尼，你甲迄个蜂巢摕起来芳蜜安怎？飞拢碎落来，迄个感觉所以伫遮咱台语讲拼出来是对的就是讲，要表达讲你迄上帝的话临到你迄规拢甲拼出来规拢互你的百姓知影我的意思，知影耶和华上帝伊要讲啥物话。拼出来是要讲啥？伊讲我要拔出我的刀，出我的手刀鞘出我的手，要对恁中间剪除义人甲歹人就是讲，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上帝讲，我要拔出我的刀，对我的手刀鞘秀出来，我要剪除义人甲歹人。各位兄弟，这是啥物问题？是安怎要剪除义人歹人？做伙剪除剪除，是安怎要做伙剪除嘛？为什么要一起剪除义人甲歹人？义人就是好的歹人歹。上帝要惩罚的时阵他要罚这个人的时阵，是安怎？伊要对以色列人中间所有的人，伊要剪除，包括义人甲歹人，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因为伫18章咱若行起来，以西结书几头前嘛行到18章然后妈妈讲过一句话，伊讲恁伫以色列，你伫以色列
摕写书用即个俗语咧讲，啥物俗语？因讲吼，你有讲老爸食酸的无道，啊囝咧，囝会出去煞叫酸软去吼，这什么意思？这个俗语是咧讲啥？这个俗语是咧讲老爸所做的一切会去影响到囝，吼。伊讲恁写书要有即款的俗语，哦，也我是讲对当开始无过即款的俗语啊，吼。伊讲囝儿毋免当当老爸的罪孽，吼，啊老爸嘛免当当囝儿的罪孽。义人的成果要归家己，啊恶人的恶报要安怎？嘛要归家己。啊，若照安尼讲，是安怎会？较大咱《以西结》第21章一开始讲，我要监督所有的义人甲歹人，一起监督。安尼有没有矛盾？那18章耶和华上帝讲，各人要照家己所做的，得到伊的结果的时阵，安尼话，义人就无应该甲歹人做伙互上帝监督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18章讲的，啊，咱今日读21章，煞变做讲，耶和华伊要施行他的惩罚，啊，伊的刑罚，施行惩罚呢，伊的做法就是讲，要所有的义人甲歹人做伙监督，因为这代志有无共款的意思。21章这咧讲的是战争，伊是讲巴比伦即马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来教训以色列人。各位兄弟，迄若战争的时阵吼，迄个炸弹弹落来，会去讲，敢若杀死歹人啊，好人后咧，安尼袂？会安尼袂啦？会记是1995年吼。1995年，中国遐出一件啥物大代志？有印象无？台湾人拢惊到要死。1995年，闰8月是无？出啥物代志？1995年，哈，你拢袂记一条？中国试射飞弹嘛，对无？哦，迄阵我讲你美国在读册，哦，1995年，好，我伫 Denver Colorado 最生气的吼，我就组织示威游行。啊，我要连接学生，哦，伫迄个科罗拉多的学生，啊，甲遐个台湾的侨胞，做伙出来游行吼示威。啊，迄个时阵就有介济学生吼做烦恼的，因为遐个侨胞吼是巴帕，啊，巴帕先来。啊？讲大声嘞！台湾人呢，公共事务协会哦，叫台独啦，吼，迄个台独啦。啊，这学生就做紧张讲，陈思豪，我们要示威可以啦，吼，啊，不过唔通啊要跟那些什么，要跟那些台独的一起啊，啊，那示威哦，以后我们回台湾会出问题哦。我就讲，讲。各位同学啊，迄中国的飞弹若挺来吼，敢会敢若拍死台独的？啊，迄个统一的拢无代志，敢袂安尼？敢袂安尼？袂啦，各位兄弟，我讲即个什么时阵啊？咱的家乡、咱的故乡已经面对迄个威胁的时阵啊，你即摆搁咧分啥？分一边是台独的，这边是要独立的，要统一的，安尼敢对？无法度啦。当战争的时阵，无管你是好人歹人，拢会做伙去受到影响。吼，所以这就是耶和华，这就是今日今日21章咧讲的迄个情。当耶和华上帝伊要照着巴比伦这个帝国的手，要来攻击以色列的时阵，内面的人无论你好人歹人，拢会做伙监督了，拢会做伙监督。所以伊才讲的吼。
咱来有一个分别，一个是惩罚，啊，一个是啥物？最后的审判。上帝最后的审判的时阵是照咱个人、咱逐人、咱每一个人所做的，一生所做的，上帝要来审判。啊，毋过上帝伫惩罚的时阵哦，毋是安尼哦。你若要惩罚，有一个啥物目的无？各位兄弟，惩罚哇，太不道了。惩罚的目的是啥物？啊，伊伫18章，伊就讲介清楚。耶和华上帝讲，我并无欢喜歹人的死，我宁可歹人安怎？我宁可遐恶人，拢会当回头转来吼，改变伊所做的代志。伊讲歹人的灭亡，毋是我心所愿，哦，这耶和华上帝所讲的。所以惩罚的目的是啥物话？你叫人爱活倒头转来，去离开伊头前所做一切错误。哦，这是耶和华伊咧惩罚伊的百姓的目的。啊，毋过若上到尾啊，最后的审判咱都有机会啊。哦，到最后审判就无机会啊。吼，所以最后审判就是18章尾仔咧讲的。你若无爱活头转来，你若无过我的惩罚，安尼最后的审判是逐人要照逐人所做的，啊，得到伊的结果，哦，得到伊的结果。所以到这21章加21章讲的不是最后的审判，啊，伊要甲你表达一个关系，就是讲，当恁这个群体，上帝要审判这个群体的时阵，并袂去分做你是这个群体内面的好人，你是这个群体内面的歹人。所以你审判这个群体的时阵，袂讲好人无代志，歹人才会叫上帝罚，毋是安尼，因为啥物？因为伫上帝的审判内面，咱拢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大家知影迄个意思？啊，比如讲，咱活伫这个社会，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咱对个生活，咱的生命、咱的生活的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吼。今日袂敢若我去食着迄个馊水油尔，我食着你嘛哪？你嘛走袂去。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无论咱这个群体内面的好人甲歹人，咱拢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啥物？尤其我讲的是一般的群体，尤其伫信仰的团体内，无一个人会当独善其身啊！哦，咱这个固定教会内面，咱无可能讲有一个基督徒，敢若一个兄弟、一个姊妹，伊会当独善其身，伊敢来讲，我甲上帝做好，啊，咱其他的人拢无要紧，敢若我家己要甲上帝做好，无法度。我其实因为我讲过一个概念。伫一个群体内面，歹人会当遐歹是因为啥物？是因为好人伤好。啥物意思？是安怎歹人会较歹是因为好人伤好？为什么好人太好，坏人就会很坏？各位兄弟，没有人制止大家拢要做好人吼。啊，这是一款的解说哦。今日我要甲你讲第二款的解说，什么意思？讲歹人会当遐尼歹，表示好人伤过好。什么意思？当咱要独善其身，咱看到咱这个信仰群体内面，咱的兄弟行唔对路，咱的兄弟做错代志，咱若无要去甲挽回，伊会愈来愈歹，会愈来愈对路。啊，不过咱若要去甲挽回，各位兄弟。我们如果要去挽回，对咱有啥物影响无？咱本来时间、资源、甲咱的精神，会当用去做好代志，会当用去灵修，会当用去甲家己装塔甲做好。啊，毋过你即摆要去挽回一个活倒的兄弟姊妹，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的资源，来用伊的心上。安尼对你家己有影响无？对你自己有没有影响？有的，你就无法度变甲做好啊，知影意思无？各位兄弟，你若要救一个人吼，活落伫水内面，你要救迄个人，你会动气袂？
你上最少的代价，就是会担起对无？啊，你有可能付出较大的代价，啥物话？死去啊，是毋是？就是讲，伫你即个群体内面，各位兄弟，咱即个信仰群体内面，当有咱的兄弟伊的情形做歹的时阵，咱有两个选择，咱莫插伊，咱莫插伊的时阵，咱家己的资源、精神，你所有的一切时间，拢会咱用伫咧你家己，安尼你家己会变做好，你要相信无？你会很好，好得不得了，好到冒泡。啊，毋过你若要去感谢伊，如果你要去陪他，你若要去挽回他，各位兄弟，你得爱付出代价，你就无法度遐好啊。这是一个概念，伫一个信用团体内，咱若真正会当放一个歹人，遐尼歹，迄就是表示咱受过自私，咱家己伤好。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各位兄弟，你们有没有真正的知己？比好朋友更好的朋友？有无？有吼。啊，我甲你说明一下吼，什么叫做真正的知己？等你听了。你个再回答我一次，你的生命有没有吼？我认为真正的知己，什么款的知己？什么款的朋友吼？伊不只是真了解你，了解你的优势，嘛了解你的缺点，你的欠过，你的有限。伊真了解是安怎真了解？因为伊甲你共款，伊甲你做神到一个程度，伊拢完全了解。啊，这款的了解会表现伫啥物货？当伊知影你要去做一件错误的代志，伊甲你考劝你袂了，你一定要做。你敢知影真正的知己伊安怎反应？你思考一下，你有无这样的知己哦？这款的好朋友，伊知影你要去做一件唔对的代志，啊，伊考劝你。考劝你，啊，无法度甲你阻止。了后，这样样啦。一般的朋友会怎么样？啊，咱那个因中国有一个故事讲来啊，挂啥？割那个席断交对吧？啊，我跟你讲哦，真的知己会怎么做？伊安那，伊会陪你，伊无一定会陪你去做歹代志，啊，不过伊会陪你，啊，甲你做安那，甲你做伙受苦，这是真正的知己哦。一般的朋友可能就劝你，甲你口劝你袂调吼，就甲你讲啥？你若去做，我就安那，甲你扯。毋是真正的知己，伊知影你的纠结，伊知影你的苦叹，伊知影你的无奈，伊知影你拄着即款的情形，你的背叛，伊做清楚，因为伊甲你共款，是伊无去拄着尔。所以伊较尔了解你的时阵，伊虽然认为你去做即件代志毋对，啊，毋过伊会甲你徛做伙，伊会甲你陪伴。伊甚至要甲你做伙受苦，各位兄弟，这是真正的知己。伊一世人有几个？毋是好朋友。我感谢上帝，我一世人我敢有一个知己，啊，毋过伊6当前已经过身啊。这6当来，我咧常常伫我生命做黑暗嘛，是做低潮的时阵。我拢会去想着我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伫我常常咧跋倒做毋着代的时阵，伊永远会徛伫我的边啊，伊会陪伴我，啊，伊会跟我做伙受苦。这款朋友是稳定，上帝特别稳定，
这是你无法度去用你的力量去搞来的，没有办法去培养的，这是拄着你的性命，敢有拄着过这款的地址？我要讲的是要讲这个感觉，各位兄弟知影。要讲这个感觉，各位兄弟，因为咱即马是一个信仰的群体，上帝啊，上帝甲咱呼召组织伫共一个教会，咱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咱来做伙欢喜，做伙受苦，咱无法度伫上帝的生活来临的时阵，咱伫内面咧分。我是好人，我是歹人，我是义人，你是恶的人。因为伫上帝的生活里面，咱拢是一体。咱要做伙受苦，嘛要做伙行过。因为伫上帝的生活有一个目的，是要互咱所有的人会当活转头，转去伊的面头。所以伫即个时阵，各位兄弟，我真正要呼吁，咱来参与咱即个教会所有的事工。有当时我咧看咱的圣乐队，做拍拼咧唱歌，做拍拼咧练习。啊，毋过吼，恁知影因心头拢咧想啥无？因有一个梦，你知影啥物无？知影无？你看。凊彩讲共款，伊搁较侪人来参加。各位兄弟，你拢敢真正敢若欢喜要坐伫下骹听因唱歌？恁敢无一个感动讲恁唱咧袂使啦，我来就好。恁敢无即款的迄个气魄？也是讲我若加进吼，会搁较安那，会搁较好听。阮爸爸吼，即摆破病吼，伫厝里咧休养。讲话也讲袂清楚，毋过吼，伊这少年的时阵吼，我会记起我细汉，伊个这年轻做唱秋的时阵，拢爱讲一句话，讲我来就好，我来好，这我来就好，啉酒醉的时拢安尼讲，我来就好。各位兄弟，咱爱参与，这是你的教会，你袂使求伫边仔，讲我是好人，你是歹人，恁遮歹人无公平做代志。我好人，我是义人，我不爱聊嘞。咱来参与啊，因为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尤其伫圣神是咱的方针，咱伫圣神内面合做一体的时阵，你无法度独善其身，爱参与，爱召集，唔通去观望。甚至我要讲较严重的，你唔通抵制所有教会的事工甲活动，无论你欢喜无欢喜，你袂使抵制，因为你是这个群体内面一份子，你会当提出你的意见，你会当讲出你的看法，你若无互采纳的时阵，你袂使抵制。你若因为你的意见无互采纳，你就要抵制。你比中国人较恶质，咱伫台湾已经有受到介好的民主的教育啊！你的意见若无互采纳，你千万唔通摆烂，甚至伫后壁咧揪人的后骹。各位兄弟，到底咱是受感受到，咱是一个信仰、生命的共同体？当上帝伊要实现伊的生活的时阵，也是上帝伊要实现伊的奖赏的时阵，真正无分恁内面，这个群体内面，谁较好，谁较歹，谁天途较悬，谁天途较低。伫这个群体内面，咱是共同做伙，若无就是互上帝监督，若无就是互上帝按赞。伊袂特别讲，上帝袂特别讲，固定教会内面的某物人要甲你监督，
古典教义内面的某个人要甲你按赞，毋是安尼。各位兄弟，咱是即个信仰共同体内面，咱拢是做伙共款。所以，更呼吁各位兄弟，咱大家参与，大家投资，千万毋通观望，啊毋通抵制。这是你的教会。过去拢学过，无论你对什么人不满，拢学过；无论你捌讲过什么款的歹话，拢学过。咱个人教会已经选出新的长老、新的执事，无拍算，更有新的牧师。咱要行一个新的路，咱心内，大家先建立这个观念。咱是一体，同心一体。咱要做伙来面对上帝的审判，也是上帝的奖赏。爱投入，爱参与，同心来祈祷。各位兄弟，咱同心来祈祷，用咱的心性。咱做伙，之前的杯，阮真正感谢你甲阮放做伙，成做一个信仰的群体，称做古典教会。伫阮的中间，虽然有缘有侪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看法，无共款的做法。毋过，阮愿意伫圣神的帮助下面，阮成做一体。就算讲是无照阮家己的意思，检查我的意见，无互大家来接纳。阮每一个有愿、甘愿，为着这个教会的好处。为着正人的好处，我要认真来参与、来拍拼、来共同去做基督的身躯。伫阮内面，无论是要圣歌队、团契、查经班、祈祷会，也是阮要团结起来，对外的服侍、对社区的服务，阿爸爸，阮拢要伫你的厅内面。成做一体，要做伙来去做家己这个基督的身躯家己。虽然我有侪家己的看法，啊，毋过我愿意同心，求你帮赞，信心永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